要讲清气者心，咱三个同心来祈祷。特别上帝，阮不一遍来到你面前，你用你的宝血洗入阮的垃圾，阮用心的甲诚实来敬拜你。你的灵踮伫阮的中间，帮助我会当明白你奥妙的。你开始来伫你面前，甲你感谢，也互你的罗卜所讲甲听，拢白白着你，得着你。啊！你感谢祈祷，拢上个最后做名来求，阿门。真理才会心吼，咱伫诗篇啊，刚刚个书主长咱所读的圣经内底吼，诗篇我就迄个10段吼，由你甲我创造吼，创造迄个正直吼，创造即个正直的灵伫我内底，所以这足要紧。然后各书内底所咧讲的，咱主长所读的圣经，往书互咱看吼。咱才有清气的心，你就有安有慧心。古早人上好称歹人讲歹心肝，是讲乌心肝吼。啊，听讲伫即中国大陆的新疆某一个部落有一个风俗啦吼，伊若见面的时拢啊，伸指迄个舌头啊，做迄个招呼礼为什么？因为听讲伫当时有一个即个，当时有一个统治者吼啊，足歹伊个。在位足济足年啊，作恶多端，哦，拢做一寡歹代志，哦，啊，最后互人甲杀死，互人甲杀死了，发现伊指是乌的，啊，心肝也是乌的，指甲心肝拢乌的，所以后来的人，哦，三体面，因着安尼啊，互相存指安尼存起来，表示我啦，我无害人的心啦，是好人的表现，啊，所以迄个存即个指吼做。招呼你就是安尼人，哦，确实人啊，心是人的思想行为的表达的一个法门，就是人生活的一个方向嘛。所以我伫圣经内底，你拍开圣经哦，真个所在拢记载拢咧讲啊，心人的心是啥物？哇，特别是正面，你看正面23你直接讲啊，就是伊的心怎样想，怎样样，伊的做人就是怎样。哦，这足要紧哦！你若看迄个，那譬如你现在不能当对照哦，对照迄，但是意思拢差不多。佮伫前面，你看第4章30佮讲啊，恁着爱保守你的心，赢过保守你听下咧讲有无？保守你的心，赢过，因为一生的效果是对心啊啦发出。哦，这句足水的一句话，所以伫咧圣经你定看着，啊，定你也听落来，牧师咧讲道拢会讲你。那一个人呐。当改变家己的心，伊就当啊改变环境。哦，即个把即个英俊鸟嘛有来做咧查经，哦，我就甲英俊鸟，即个摆咧查经的中间，拢好多人咧甲英俊鸟讲。哦，你看即个摆咱查经，你看迄查经到罗马书第6章最后遐吼，最后迄第几十九，哦，最后第几十遐，哦。好像拢我甲英俊仔讲，我咱甲咧甲你讲，哦，忘袂记，你有迄种决心，哦，你的心一定要改变，你要为着你的囝囝孙去设想，你的心要改变，你改变家己的心，你就能改变环境，心会当决定家己的啊，你会啊优势成败，忧虑啊、欢喜啊、成功啊、失败啊，所以你要来保守你家己拥有清气的心。哦，清气的心，哦，洁净的心，是咱一生所要努力的一个课题。咱看伫咱目前咱台湾，啊，台湾目前你甲四周你甲看，讲白菜伊也面也袂红，真正迄面皮厚啊，要安怎啊？啊，讲白菜面皮也袂红啊，哦，啊，为做文书伊嘛袂要紧啦，哦，啊，你创啥拢嘛袂要紧安尼啦，啊，凊彩后白来啊。啊！你公然安尼伫遐，遐尼济人，你啊，今日世界大众传播、世界媒体大众的媒体，讲实在啦，咱你电脑用了，你哪样电脑人不传来传去，都传到，大家拢知影。啊，无说就头我咧讲，你有公益，你看到你会感觉足受气，你较安尼做，为什么伊安尼做？就是你要有迄个公益的心，啊，你也甲别人共款，啊，袂要紧啦，迄种大家拢安尼啦。有啊，大家拢咧乌啦，你讲啊，大家拢安尼，牧师要甲你讲，你的信仰真正就有问题啊！牧师要甲你讲，我要甲你讲，你也听到你真正白白空空。牧师甲你讲，你的气潮，你的心，哦，检查，我头拄也讲过啦，
有无？忘袂记，你也有迄个公义的心，因为上帝所爱就是行公义、好人民。你家己想看卖？但是你是迄个受害者，你家己想，你是迄个受害者。但是咱对一个人受害的中啊，你家己想看卖？但是你是伊迄个受害者，你家己想。你个土司又来规村拢灭掉，你若是迄个家属的，恁兜的人拢受灭伫迄个内底，袂当恶起来，袂当你家己想看卖？你家己想看卖？对天救袂，对地讲袂，无人要插你的，你自己想想看。所以上帝讲啊，讲我是公义，为什么讲公义？就是关心你的弱小，帮助你的无人爱帮助，看过也无人爱看。所以真正是，圣经甲你讲，真正的敬虔，真正的实在敬虔，照顾遐啦，孤儿甲寡妇。什么叫做孤儿甲寡妇？就是遐个弱小者、弱势者。这是圣经上帝话甲咱讲的，所以嘛袂记的。我牧师在讲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！我有一个教派，起啊足大间，大家拢穿西装，跟内裤带去啊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！哈，你边啊人在受苦，边啊人在艰苦，你都没有看到啊，这是非常矛盾的事情，也是真矛盾的代。咱今日教会，咱教派，阮就无相像的教派，无相像的，甚至我知影是某一个叫做什么山庄啊，你若无钱去买伫个山庄，我要甲你讲，若遐无好嘅人要安怎？拢买伫个山庄，拢自成一区啊，有无？基督徒拢住伫个所在啊，因为啦，食伫大伫囡仔大幼稚拢伫内底嘛，规拢迄叫做一个山庄啊。我无所谓问你，是安尼，遐个无钱无势。无通啊买，要安怎？是领导的代志，是毋是安尼？无是啊。所以当然有好有歹，而且世界有好有歹，咱尽量啊去关心帮助遐，相对就互咱有当时啊，无是来讲，互咱有帮助遐个弱小，安尼才对。有当时咱好过啊，但是安尼并毋是讲一生就足好。真正，我拄着足侪拢讲食好，拢讲伊拢足好诶，结果看诶，因兜忽然间甲我讲，有啥大代志？真正，我拄着足侪，我无话叫来，拄着足侪就是安尼。你看下伊表面讲，因家庭啊，偌安拢无啥个，结果我足侪代志，其实真诶代志你毋知影。OK， 咱一个人，家己改变，你要改，心袂当决定你家己所以咱要保守家己，咱一生爱努力的课程，咱美容，咱美容术啊，这个美容术你讲啊，你用迄个清洁霜有无？足趣味啊！你个清洁霜爱抹抹，会当面部的皮肤有无？垃圾的拢会感觉清除有无？你若抹抹，就会甲清除掉。发明到这种的物件，好啊，甚至你若乌斑啊，你若即摆有发明到乌斑，我甲牧师讲，你若买一罐仔来抹。咱人到迄个食头啦，拢会乌点乌斑，手嘛拢乌斑有。我甲牧师讲，你嘛去买一罐仔来抹，因毋知你抹我毋知啦。买一罐仔来抹，我迄乌点甲无。这就是美容术的发达，美容术的发达。咱知影。化妆术嘛是共款，有无？化妆那个大家拢去做美人啦。咱有一届，咱电视最近嘛有啦你以前的电视爸爸做过这有无？有化妆甲无化妆有无？甲你化妆妆的有无？佫甲你卸妆，化妆前甲无化妆前，佫两个甲你比较有无？有这电视的节目恁捌看化妆了到底大家拢比做美丽，但是当你卸妆落去，甲洗掉了，发现你的真面目。就是安尼白，苍白啊，面哥啦，足歹看，迄比较起来差足济。所以其实一个人的水甲歹安那，就是对一个人啊，伊的水甲歹，是随伊的心境变。所以讲，只要你有迄个快乐的心，就有快乐的命。所以喜乐的心是良药，好啊。圣经甲咱讲，喜乐的心就是良药。咱袂记爱操练啦但是牧师大家讲你免有喜乐的心。我甲你讲，你拄着大代志，你有头革命，你喜乐心，你找拢无。
啊，这就是所以无数人咧讲，你有信，你有信吗？真正有信吗？信是借手就有咧，你爱操练咧，你无论拄到什么灾害，无论拄到艰苦困难，你都爱有信咧。我有啊 ，believe in God。上帝又互我长骹长手，上帝又互我目睭无去，上帝又互我什么无去，我有啊啦，we believe in God。基督的心嘛是共款，上帝就甲你提去，什么拢甲你提去，甲你的囝提去，甲你的查某囝提去，你嘛就爱笑笑啊，这叫做喜乐的心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就是爱操练呢。无真正，你若拄着爱袂叫好呢？你想讲，你若有家己的囡仔，你家己想用，家己唯一的独生囝，家己唯一的查某囝，发生车安怎去互上帝甲体去？所以我常常咱兄弟姊妹咧讲迄个车祸的代志，我看咱的兄弟姊妹咧拢足侪，伊的囝拢去互车祸，像啊秀英姊伊的囝嘛是去互迄个车祸，啊迄个阿心，伊的大兄嘛是车祸吼，啊迄个秀吼。对无？啊，车所以无出来到咱教会发现上代，我甲恁讲啥？甲恁讲啊，要出外拢啊！你听无书甲你讲，嘛无听无书甲你讲，出发，无论你徛啊遮徛好倒摆，只要你要出去要做啥物代志，哎呀啦，会记得祈祷。无书要甲你讲，这重要紧，会记得祈祷，上帝甲你保守。哦，要出发一定爱祈祷。哦，这无说千交代万交代，我看迄个，咱的迄个超的比例足悬，比例足悬。哦，伫教会内底，我看比例真悬。啊，我也感觉我恁大拢，我说讲我看足济人，这人拢无要出外要做这拢无祈祷的时候，拢无咧祈祷。为什么叫做信上帝？拢袂记，逐项代志拢爱祈祷，做啥物拢爱祈祷，祈祷上帝。出外要做啥物拢爱祈祷上帝，上帝。重惊咧，这个代志交代你的手。我人嘛甲主任讲，哦，伊是头一代基督徒，什么代志基督交代互上帝。我昨下接到电话，哦，你讲迄个妈妈带着我隔壁，妈妈去入院的代志，哦，啊，佮伊拄着家庭的我嘛甲因查某囝讲，交给上帝，祷告上帝，哦，交代互上帝 ，OK。所以，伫个。咱的心就快乐，你的心，所以清气你的内心，你一定爱啦，哦，一定足有精神啦，吼，容光焕发，哦，神采飞扬，你一定足有精神啦。所以代表讲啊，上帝啊，求你甲我做清气的心，我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，求你甲我做清气的心，做哦，做清气的心，我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。这句话咱白话你咱听到，这是一个智慧的祈祷。哦，智慧祈祷 ，OK， 所以清气家己的心，是咱每一位信徒来存的意识。啊，清气的心，清气者的心到底是什么？哦，洁净的心到底是什么？头一个有洗净的心，清气的心就是啊，心干净哦，清气。哦，啊，你要清气就爱洗啊，但是你的洗是啊，你的心要安洗？甲呕出来啊，用盐啊来卤卤的，就啊滴有，滴湿有。啊，哦呀，盐啊，洗洗卤卤，安尼清啊，人袂当安尼做啊，哦，对不对？哎，哦，人袂当安尼做哦，对不对？所以代表你诗篇51篇第4节讲啦，求你用什么？牛吃草，这爱读做牛吃草。哦，我咱咧书的哦，我咱咧书的，然后你咧读白话语无出来讲，哦，咱就爱少年咧读白话语拢读无正确，哦，咱求你用牛吃草，洗净我就清你。就你洗我就比篇51篇，伫遐有无？是因为代表凡间人的向上帝认罪，就上帝赦免甲拯救的一个忏悔时，所以代表求安啦来洗净伊的心，是因为人的心犯了罪，就是讲人的心是一切罪一个发源地，心啊，哦，你的心。你的心在，你的人就是安怎好？头先咱有看到迄个圣经就来咱讲，所以大兴生命家己的罪，哦，所以代表伊个诗篇32篇第5节讲啦，我你承认我的罪，我无隐瞒我家己的过失，我决意要你因明一切，哦，讲出一切，你就赦免我所有的罪。你想看看，咱顶礼拜有，顶礼拜无想讲迄条诗有。
没有别的名字像你一样，万千赦免我的过患。你想看麦？咱所犯着的罪，上帝完全能甲你赦免。咱这是哪里的福气？头头无师讲，我咧早起讲，咱做基督徒的人，你也看，你信主耶稣，只要你信就会得到。问题是你的信有偌济，所以你一定要来操练。早起祈祷，你一定要来操练。啊，来根基，啊来定根，啊有迄个基，啊有迄个根啊。哦，唔通袂记的。哦，这条歌足感动啦。无别个名会当像你共款。没有别的名字像你一样，哦，完全赦免我的过患，完全赦免我的过失。无别个啊，无别个啊。你讲所谓什么？敢敢安尼讲？唔敢。只有主耶稣，哦，伊会当赦免咱的罪，所以唔方便。许愿这是许愿所讲，所以人犯罪就是得罪上，伊是公义，袂当忍受罪。伫以西结18章26节佫讲啊啦。只有犯罪，伊一定啊，哦，死亡。伊的囝绝对无担当老爸罪孽，老爸所犯就是老爸囝所犯罪，所以老爸也无担当伊囝的罪孽。义人的好的，迄个性，哦，迄个做好的迄个规必归伫家己，所做好的代归伫家己，害人的害也要归伫家己。这是上帝的话哦，上帝的讲出不过多得来。当你看到这段，你会讲啊，无输啊，唔哦，你四周围看着拢安那，歹人安那，都活较久的，好人拢快死的。你会想安尼咯？你的心肝会想安尼对不对？几啊千年前，上帝就甲你讲啊，你掀开迄个金面甲传道书有无？哦，伫光的下面安那，你看见一件事，有无？这个。豺狼倒享长寿，不，恶人倒享长寿，不，善人反而啊早死，差戏。啊，这豺狼啊倒享长寿，啊，圣经甲你讲啊，原来这也是虚空。你用头家去修无书讲的，这是圣经上的话啊。几啊千年就甲你讲啊，所以唔是今日你才看到这，你今日才看到喎，你看到讲啊豺狼太。大概拢好人拢较早死，啊歹人拢活足久。哦，你安尼想，有当你安尼想，其实毋是安尼哦。有当有这个道理，你来毋是安尼啦吼。但是你的想法是安尼。上帝咧看歹人，毋是你所看的歹人；上帝所你想的好人，毋是你看到的好人。因为哪讲？牧师甲你分解话，你看到的好人，绝对上帝看是好人。牧师要甲你讲，因为上帝甲你看倒边。因为你袂当看到伊的，你敢看到这个人的表面嘛，好无？你也看，你也看遐罗马，你看电影咧做无？罗马拢穿西装跟内裤带，佮挂乌领的有无？哦，足帅有无？穿人足帅气有无？好无？啊，逐个拢穿西装跟，佮西面有好无？好无？啊，你讲迄好人啊歹人？人迄，你看逐工迄总统府上班拢西面路的出来，拢穿西装跟内裤带有无？好无？啊是啊，到底好人啊歹人？我说问啊，好人啊歹人？你嘛唔知，所以咱拢看表面，对不对？所以几啊千年的上帝甲你讲，这也是虚空，这也是啊那捕风啊。意思讲啊，这讲起来这是一万年的过去啊，啊这是啊那掠风捕风，这忽然间这是啊去虚空哦，抗议的抗议。啊，捕风掠风，你得要用迄个心思去意会，有当无书无人去，要让去描绘这种意境，你知道吗？无法度用言语去描绘这种意境，但是你用想象，哦，这也是啊，这嘛是好人活较久，歹人活较久，好人活较啊你想啊，上帝看1000年，几工？看1000年是啊，一工啊。有啊，1000年，咱上帝看一工啊！你甲我人活到1000年，你甲100年就无法度，我100年就无法度1000年有。上帝看1000年是一工，哦啊，我礼拜你一礼拜7工对不对？我7000年有，7000年7工，
你家想想，你上帝讲讲是安尼，啊，你所以说，那是一手的鬼去啊！你算什么？我们算什么？有一个人哦，有一个人咧讲我找不到上帝。哦，我讲一个譬如，我找不到上帝。我只看到有人咧讲迄个譬如，我这后摆我咧讲一下，这真趣味的一个，我找不到上帝。讲即只迄个伫咧涂骹图文啊，为土地啊说哦，我找不到那个人，背起来讲这个人啊，这个人伊讲伊找不到上帝啊，吼。有有一只图文啊，穿到下骹，本在下骹，佮本在面顶，讲譬如讲，哦，这说明丢了啦，吼，说明丢伊讲，伊安尼看这宇宙万美去太空啦，对，迄苏俄啦，拍迄太空机啊，太空啊，射一日啦，射转来讲，找不到上帝啊，哦，有一个这报道家，有一个报道家讲这个啦，讲找不到上帝，讲有只图那就扔到下骹，佮背喺面顶，找看哦，找不到迄个说明丢了。本该面顶讲，伊嘛找无着说明丢了。哦，这个意思是安尼啦。伊咧讲迄个人，伊讲他去太空找无上帝。哦，伊就讲即只图文啊，当咧涂骹有无？问到下骹，讲本该面顶，本到下骹，本该面顶，看，找无即个人。OK， 知影意思？哦，咱人软嘅渺小，你变啊去，伫遐尼大嘅中间变啊去找着上帝。OK， 所以就上帝，而且所以伊要审判罪恶犯罪，要接受处罚，所以代表用上帝认罪，就上帝用牛吃草来死。怎样来用牛吃草？哦，这咱嘛未了解。你要看圣经的记载，咱来看民数记，你看民数记就是讲19章18章，也有记载。哦，就是有一个洁净的人，有一个家己清理家己。咱以前的百姓早是爱清理家己，爱洗身躯，衫也爱洗，规身躯拢爱洗。哦，这才有清气的。你家己爱清气，洁净的人，摕去牛吃草，温水，甲这水舀伫这帐篷的顶面，佮一切器具啦，帐篷来净人的时候，佮舀伫摸骨头，佮摸阳台，佮摸家己身，佮摸遐人身上。这早时，我虽然讲旧约的背景。早时就爱做这种的动作，你才会当安啦清气，哦，爱清气，爱用牛吃草温迄个清气水，迄个清气水是安啦？是迄个献祭迄个呐，迄个花，迄什么花迄个花水，哦，你看迄民数记，你若看迄看民数记19章，你注意甲看，拢会当看到这个民数记底下所写的这个代志，哦 ，OK， 所以有些哦。你若看民数记，拢会看到这个。出来入去，而且嘛安讲，搬过一个阵，伫咧门楣面顶，甲门柜门楣门楣伫迄个面顶甲门柜，拢倒迄个，拢抹迄个火，这就是洁净的仪式。迄是旧约的时代，圣经嘛袂记。今仔日咱要求一粒清气的心，你看看，以弗来书第9章13、19、14啊，伫遐咧记载啊。古早时代靠牛甲油的火，咱会当正常。那咧基督的火，减无搁较会当洗净咱的心。这个时代嘛袂记，主要说来初代啊。咱无搁像着过去啊，咱无搁像着过去啊。咱来看一个圣经那山羊有啊，这是记载伫咧圣经内底有啊伫咧这个咱拄则所讲的迄个圣经，山羊甲公羊的火，而且无牛的迄个迄个火有啊，烧了也是无清气人的身上，佮会当叫人正常。若是安尼会当叫人正常早时身体洁净，何况耶稣基督照着永远的灵，将家己无下处献落上帝。伊的火减无佮会当洗净咱吗？咱的心吗？原本是良心嘛除去咱的私性。咱输往迄个永外上帝吗？因为这是这个圣经所甲因记载，拄则咱所读的圣经内底希伯来书啦希伯来书伫遐所甲因讲，
所以咱只有靠着基督的保卫来洗净咱的罪，为咱的罪将家己献伫咧祭坛的顶面。所以赢过罪甲死的关系，咱需要伊的保卫力量来清去咱的罪。啊，这是咱最近咧查迄罗马书，伊讲罗马书的圣经内底所甲咱讲的吼，这是上帝所设立的。哦，除了我互咱读的第3章，哦，这第3章的所在底下咧讲起这个，耶稣设立耶稣做挽回节，是凭着耶稣的血有啊。哦，所以咱基督徒信耶稣有信，透过信，耶稣会保卫来洗除咱的罪，这种的救赎的功劳。哦，这是咱做基督徒爱了解、爱信这个，你有相信，上帝就要注意咱遮。我伫咧牧会经验中间哦，足趣味哦。我所以甲伊讲，足侪人我同我讲有无？像这野水有洒水，甲用我有看到一个甲兄弟啦吼，伊讲要去倒去聚会啦，啊伊甲我讲啊啦，牧师，我要先来遐野水洒水。我讲你要遐洒水要咯？伊讲洁净，伊照旧约啦。啊若叫你要照旧约，你咪抬起抬啊！啊，无你啊照旧约就是安尼啊，对不对？你照旧约，咱无拢照旧约个咧。啊，明明耶稣就甲你讲，耶稣来到地就是甲你讲赢过者，你去咧洒水，你咪参人咧翕，我来讲咧洁净的仪式哦，迄佛教内底啊，迄庙啊，道教，你看人咧做西伊嘛咧野水用哩，安尼翕水，啊，迄翕水就是咧甲你洁净，你表示咧甲你洁净咧。啊，要像世俗共款，啊，所以你就要注意，莫袂记。咱伫基督教真理内底甲你讲，主要说伊赢过罪甲死的关系，伊会保回来洗净咱的罪，就咱的罪，咱就无需要去抬起抬下，无需要去献祭、烧祭，因为主要说伊本身就是羊羔嘛，献祭一摆完成，一摆救赎，所以莫袂记。咱无过因的安尼，咱无过安尼。所以安尼才会当有清义的心嘛。哦，咱来借着伊的保卫力量来清去咱的罪，安尼咱才有清义的心。你看启示录第1章5节、第7、14节，拢分别记载咱是靠耶稣基督的保卫洗净咱的罪。启示录有记载，所以伊的救赎已经完成。哦，你只要信就要得着我。你要牧师话，咱看圣经内底啊，你只要信。所以咱基督徒实在是我哋的福气，咱无需要，只要信，只要爱你信就好。信主耶稣，你就会当得到。哇，这是罗马书了，牧师话咱看呀，哇靠，牧师无爱搁讲一遍，你等于好好甲罗马书，你查经落去好好甲看。哦，我个第二有圣洁的心，一人既然用洗净变成做清洁，你就要过着圣洁的生活。你看《列王记下传》第4章第9节记载先知以利沙人称伊做是圣洁的神灵，哦，上帝罗卜，哦，神人就是上帝罗卜，所以圣洁的人，什么圣洁人？就是分别罪行啦。那你讲圣洁是分别罪行，哦，圣洁的意思就是分离，甲世界罪恶分离，甲罪恶分离。哦，像咱嘛在对付这罪啦，哦，罪同款。以别来说，12章。14节甲咱讲啊，恁得爱追求甲正人科目，而且追求圣洁，无圣洁，无人会当记住。这圣经甲咱讲，搁彼得前书第1章15节到16节讲啦，彼个调恁的既然是圣洁，上帝嘛，既然是圣洁，holy，恁伫一切所行代也爱圣洁，因为圣经记载讲，恁得爱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，因为上帝是 holy， 哦，因为上帝是 holy， 所以无说捌讲，哦。人要达到着圣洁的生活，伊大先家家己清理家己，家己知影家己的罪，就老早这志明留落伊咧祈祷哦，爱家己清洁家己，知影家己的罪，认家己的罪，离开罪，对付罪，甚至你爱对付罪，哦，爱给予这个歹人、歹的代志，歹的代志，除去一切恶。无人讲会去找歹人做朋友，你讲会去找歹人做朋友？伫太阳帮位，你讲会去找做朋友？无可能，你讲会较像，哇！你讲较像，你绝对是安尼。所以你看
而且有敬畏上帝，这样讲。哥林多后书第7章第7章第1节讲啦，讲也还是姊妹，我既然有这顶的 promise， 这个英文就安啦，家己清理家己，自己身体、灵魂一切污秽。因为我伫圣经内底讲灵魂，哦，你心内啦、心灵中，哦，敬畏上帝，会当啊啦，诚实。你上帝会甲咱讲，哦，圣经上帝会甲咱讲，哦，甚至伫这个方面，爱将咱本身分别罪行，哦，为着主来活。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你分别罪行啊，你就会晓分别罪行，为着主来活。所以你每一礼拜来到上帝面前，无需要讲，就上帝灵啊，洁净咱、清理咱。咱一礼拜五咱有得罪上帝，为什么？咱来到敬拜上帝就，互上帝灵啊来洁净咱、洗清咱到。互上帝耶稣基督保卫咱，佮一遍洗除咱的罪、洗清咱。欢喜，佮出去规拍拼。咱什么时阵得罪上帝？咱什么时阵拄到罪？有这个犯着咱唔知影，所以求上帝佮一遍伊的帮助咱吼。所以这个方面就是分别罪行，为主来活。哦，你这个方面就参与伫圣工的顶面拄啊。哦，你唔是，你就较消极的，你就是迄种袂要紧。但是这个方面你为主来活，是参与伫圣工的顶面，要求圣神保守咱。因为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9到23讲啊，咱今日你会当甲圣经抄起，咱人像咧看圣经同款，唔通消灭圣神的感动，唔通藐视先知的讲论。凡事查验，好的你就爱持守，大项的歹你就爱啦禁，唔通去做。哦，这圣经上帝会甲你讲，几啊千年就甲你讲，凡事平安的上帝亲自，互恁全然正实，佮愿恁的灵、甲魂、甲身体会当得到保守。而咱的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阵，完全无通指责，你发现，你主耶稣搁再来临的时阵，你拢无通嫌啦。哦，上帝甲你讲啊，耶稣讲啊，你好过尽都有路。哦，所以有一个教会叫做圣教会，伊原本叫做圣洁教会，就是强调每一人信主了后，你必须要追求圣洁。哦，所以圣教会。哦，这圣教会的来源是啥呢？哦，圣教会，唔管咱啦，圣洁的生活，哦，圣洁的生活，就是基督徒最后的一个目标，甲追求的中心。但是上帝旨意就是爱咱正做圣洁，离开迄个败、迄个叛逆性，哦，行奸淫的代志。上帝叫咱来爱咱正做圣洁。就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4章第30到第7节讲啊，上帝旨意圣经上帝话啊，就是爱咱正做圣洁，离开迄个淫性。你看，你偏开圣经去看，无数只规个国家拍出来，上帝调咱，因为足济人惊超过遮，上帝调咱本来唔是爱咱染着打扫，是爱咱正做圣洁。这圣经上帝定不是咧提钱啊！你甲咱讲，咱就爱足谨慎，特别是这个世代，这个时代，因为有足多人讲甲你讲啦，袂要紧啦，凊彩啦，袂要紧啦，遐袂要紧，遐袂要紧，尽力财产，有足多人拢安尼，哦，所以你来说哩，哦，最后一点要有纯净的心，一个人的心若清洁，就叫做纯洁。无杂质，哦，所以马太第5章第8节讲啦，清洁心肝人有福气，这就是这个意思。清洁心肝有福气，因为啊，伊要啊，伊会当啊，看到上帝，哇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清心就是纯洁，原文的意思讲无杂质啊，无混杂，无伪装，无掺合其他，无染其他，就是纯的人。动机绝对是纯正，专心信靠，完全顺到上帝。哦，完全顺到上帝。所谓完全顺到，就是你拢无去参加，你拢毋是讲，有个人咧听道理，啊，我说安怎惊安怎啊，你就是参加其他的。上帝，我说我定来讲，上帝绝对会保守你啊，你免烦恼。哇，我说定来甲你讲啊，哇，你对了，我说啊，上帝绝对会甲你医治，绝对帮助你。哦，所以顺受你无杂质、无假、毋是欺金的，是安怎？
纯金的啦，毋是刻金的，刻金的还佫无啥纯啦，就是一张白纸，无污点，完全清净，拢无贪念，无垃圾，极度万润，这个拢是咱定下所会当烦恼有无？哦，咱伫咧家庭的中间，伫咧即个同事之间，伫咧各种方面，咱定下会烦恼，无心怀两意。心怀两意哦，还是怎个？伊才有一句即个心怀两意。哦，啊，即个心怀两意哦，即个原文的是心怀两意哦，即个是对即个心肝两来结合。哦，心怀，心怀，即个原文的意思心怀。咱常看到圣经内底讲心怀两意有看到即句话。哦，心怀两意，哦，啊，心怀是心哦，是对这个两个字眼，就是对心跟两来结合，哦，所以对罪无唔甘的心，你绝对安啦，决心啊啦，气杀这个叛就好，哦，时时安尼真细腻，你所讲所行，敢有清楚？所以有当你咧讲话，大家做你咧讲话，你来想讲，我所以讲，所以行，敢有顺见，敢有顺，敢有清明，敢有专心，敢无上帝。有当你咧讲话，有当望袂去无事听咱咧讲话哦，讲讲诶，本来是要招你祈祷的，但你讲袂出咱会无啥，上帝咱会无啥效啊咧。你就是无信过上帝，无专心我过上帝，所以你得有迄个信。所以无所谓来讲，信毋是遐简单的。你要信就是上帝，都毋是遐简单，是讲你兄弟你有信无？你讲有，有就有啊，毋是讲你话有就有咧。有当你是经过操练安尼，所以你得定下来教会侍奉，参与伫教会圣经的顶面操练你本身，操练你才慢慢累积你的信心。这是重要紧所以。伊较有专心用人，佮明白家己灵性的发达，即个重要紧就谦卑嘛。咱今日所读圣经教国书最后甲你讲啥？讲你就爱第10节，爱伫主的面前啊啦，谦卑，主就要叫恁升官。咱毋是啊，咱拢感觉讲，你就爱专心讲，你讲你专心讲望上帝啊无？佮明白你家己灵性的发达。足欠亏，毋通感觉讲你一切拢有啊。比如讲，今日牧师定爱讲，我有做中级的人，做即事我无代志咧，所以丢了尔，不得了。为什么伊毕业逐项伊拢会安尼？毋是啊，你对才开始尔，你逐项才开始要捌尔。你牧师啊，你当你选到即事，才开始对初段开始慢慢啊，再进入迄个丢了是另外一个课程的开始要捌尔咧，是姊妹啊，袂像咱讲你逐项拢捌拢毋免来，拢也免走。我看伊做技术的进程足认真，查囡仔足认真，做丢了尔，我查囡拢无快啦。你是不对啊！我除非甲你讲，我甲你讲，你可能我定甲你讲，你可能试察你的心，不要紧，察你的心，我是爱你好个。我甲你讲，我察你的心爱你好，你一定爱认真啦。无真正，你后摆你无迄个根基我嘛毋知你要安怎。所以毋通袂记，专心讲无，佮明白咱家己灵性的发达。无就是你自我骄傲，爱努力追求，爱无迄个纯正的忍耐，上帝话嘛。上帝话足要紧，你一定爱定下爱会晓读。所以，亲像彼得前书第2章就讲要爱无迄个纯的忍耐，亲像。才主要生婴啊，爱无迄个冷感款。你若有生囝人，你拢有这经验无？婴仔足奇怪诶，是不是会知影要输妈妈的冷呢？就安尼足，你无会输着迄冷，你摕别个要来甲取代袂使哀叫咧。这就是要以爱慕忍耐，有亲像拄则生的，圣经嘛咧讲，亲像拄则生的婴仔。所以迄婴仔就是你免烦恼。你看上帝自然甲饲的，足奇怪，足奇怪。所以咱台湾因为目前咧推行迄个食无灵，
无啉就要紧，哦，无出来讲，无啉就要紧，每一样拢有，无啉就要紧，哦，所以唔通讲迄牛奶，泡牛奶啊，毋是无啉就要紧，所以人讲食无奶也较健康，叫恁所以渐渐大，会当啊得救，哦，所以常常存谦卑的心，对待人爱谦卑，顺从亲像囡仔的心骨啊，所以无师父定喺甲恁讲，讲人啊无亲像囡仔啦，就袂当啊入天国啊，哦，无规则，就是今年11讲啊，囡仔伊的动作就是清洁，是正直的，拢显明伊的本性，有无？小朋友安尼，你看伊安怎做，伊拢无心机啊，伊甲你对一个就甲你对一个，甲你安怎就安怎，伊无迄心机的，伊袂想想再甲你安怎，毋是直接的反应，足纯真的，哦，清气正直，拢显明伊的本性。诚心坦白，就是纯正的心内遐的智慧，诚心甲坦白。一个国家，咱嘛同款的，因为这政府官人拢讲袂差咯，就足悲哀。咱所有的遐的智慧嘛同款，咱的国家的兄弟甲兄弟，咱的这百姓甲百姓，大家拢会讲袂差，大家拢骗来骗去。我甲你讲，咱毋是讲活伫插仔讲。你茫袂记，这足悲哀的代志。圣经上帝讲啦，死就是，毋死就。所以后摆我要讲一个诚实，什么意思？诚实，圣经咧讲诚实是咧讲啥？这诚实对咱来讲是足要紧的。基督徒，你看人咧，美国人哦，我昨昏来甲什么人咧食饭，还是讲甲什么人咧讲？美国人咧食饭，伊咧食饭，伊袂讲啊，我出啊，我歹势我免出啊。伊讲啊，伊就是讲啊，伊甲我讲啊，人咧美国人，伊讲啊，即顿起我出，恁大家拢点我出，伊就是很实在，实在。啊，伊甲你讲啊，今日咯，咱大家出家己的，今日就大家拢出家己，袂当啊啉东啉西，你讲要出啊，毋是讲你讲要出，搁当要啉几波啦吼，就当要加来加去，所以这就是虚假、虚伪，哦，这咱茫袂记。所以咱伫时啊学种，迄种的诚实，但是美国今日渐渐啊啦，所有的这牧师啦，还是讲这人拢退出去，你牧师包互恁看一支迄个片有啊吼，人对美国传落来，今日学校，今日所有人要求宗教退出校园，退出什么？哇，你会记诶，都要求宗教退出校园，所以你要看。今日宗教甲背景拢无宗教，拢已经退出校园，无迄个宗教。美教今日美国迄个社会愈来愈乱愈啊，迄个校园啊，哇，机枪扫射啊！所以你要讲无上帝一个角度，哇，去啊，就白惨，讲来讲去，骗来骗去。所以诚实坦白，就是纯正的心，这重要点。望咱会晓安尼。哦，嘛安尼，大家做三角学习，哦，清洁心，下礼拜，哦，搁继续，这清洁心，咱来下礼拜，哦，咱搁继续来讲起，咱三角